后来乡亲啊，讲这个总统健康的状况是爱保守秘密的哦。蔡总统大早日到新北市的祭德宫参拜，甲大家伫咧庙里做伙食饭，讲留落来的碗箸甲切过的卫生纸去互偷摕去。讲进前捌发生过，讲有中国的间谍企图要来摕总统的病历，所以即摆恐惊总统身体状况会来泄露。啊，庙方是出面来陪会，讲无啦，免烦恼啦。讲这个总统用过碗箸，拢互餐厅回收去了。到10日祭德宫参拜，总统串门享用庙方准备爆爆糖粉、鱿鱼羹、甲麻糍等等的小食，有真热情的支持者拢想要看总统。总统参拜之后，留下来和大家一起用餐，却传出有热情的粉丝把总统用过的餐具和卫生纸一起打包带走。这个比台湾足臭的啊！对，好。其实蔡总统用过去各地造型店嘛，时常食美食，即摆听讲有支持者将伊用过碗箸甲卫生纸收起，和总统的 DNA 健康密码一路摄出去，庙方讲起当时的情形。店家特别准备了新的用瓷碗来让他享用，那他们也就他用完餐以后，他们也就收回去了。今年发生中国间谍将魔爪存到国会助理，要收集总统的病历，最后拢无成功。国安局体育上校表示讲，为前总统蒋介石开始，就袂专工去切总统用过碗盘，是不是将物件摕走？难不成我们特勤还留下给他洗碗筷吗？从老蒋开始，每一任总统都有一个在特勤中心里面编制一个反谋害小组。如果检测不出来，还有随行医官，请医官来鉴定，鉴定说这个菜要不要上，有没有问题。总统府无啥物特别回应，毕竟台湾唔是北韩，做法无共款，要安怎保护蔡总统的健康机密，嘛引起外界热烈的讨论。